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就别热脸贴冷屁股了。哎，这人不就是救我的侍者吗？哦，原来他是太子的人呀。殿下，老奴想起来今儿那只鸭子了，真没想到那个宫女还有点功夫。你说的是今天才艺考核刀法精湛的那个宫女？殿下是贵人托忘事，几个月前她不知犯了什么错被罚跑，还是殿下免了她的罪呢。不过太子殿下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好歹我也是学医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。禽兽，禽兽，在呢，亲。能不能不要每次出现都这么不正常，正常点好吧？啊，怎么了，亲？我叫你出来是想问你一件正事，我怎么样才能帮助太子治病呢？哎，还真有一个办法。你除了完成主线的任务呢，还可以解锁各种支线的剧情。解锁各种支线的剧情，你会得到神秘的大礼。我用神秘大礼还可以帮到太子？我还可以友情剧透，接下来的支线剧情是瓦斯使团的比武大会。解锁剧情的方法呢是搜集剧情碎片。剧情碎片是什么？嘿，不要着急嘛，亲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等，又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你们这好感度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为什么赵成义好感度是0？我告诉你，我攻略赵成义攻略半年了，要是让我白费心思，我就打死你！不可能啊，我们的程序绝对是好的。不可能，绝对好的。不可能！刚才见你之前我都确认过了，好感度程序运行正常。亲，送你一句话啊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再送你一句啊，量变产生质变。还有啊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。攀登，我让你攀登。那你自己加油。小事。半年，我都陪他消遣半年了，这人好感度怎么一点都不涨啊？心是石头做的，简直了！哎，你闪开点儿！我没事吧你？给11殿下请安。你是泡鸭子的宫女吧？你认得我啊？那当然，考核那天多谢殿下出刀相助。好说好说，您的刀法着实精湛，鸭子抛的筋骨分离，分毫不差。太医们都夸你的手法堪比南朝的张秀姑。殿下过奖过奖，奴婢其实叫路人甲。我当然知道姐姐是司职司路人甲，昨天我就寻了你2次都没寻到，今天你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府上有很多好吃的，你跟我走就是了。瞧，我都已经打听好了，这个叫栗子糕，这个叫牛舌饼，这个是……小主子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可把小环急坏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三顾茅庐听说过没有？我去请师傅，当然得诚心诚意，必须亲自出马才行呢。不过殿下，你这屋子也太乱了吧？没办法呀，11殿下都不让我们碰。哎呀，你们快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夏夏，哎，这是我把父皇的御花园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才找到的2块火石，只有这2个，很宝贝的，送你1块当见面礼。哦，这是碎石啊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小贾居然还识得碎石，果真是见识非凡啊！这就长好感度了。小11真是太可爱了，忍不住要上手的冲动。小奶狗。你怎么了？对了，殿下，你这一屋子发明创造都是干嘛的呀？你给我讲讲呗。发明、创造？嗯，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。
他们都说这些是我瞎胡闹，你果然是我的知音。对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呢是我发明的可以伸缩的灯笼，平时不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这样把它保存起来，很方便。用到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这样。哇，还好你这蜡烛没点着，要是点着了，你这一屋子东西可要倒霉喽。这些宝贝，这些发明、创造，可是我的命根子。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说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先不说这些，上次你的刀法，再给我展示一下呗，太好看了。真想看？当然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下刀呢要快，有的时候呢，放在这个刀。小姐，你慢点，我跟不上你的速度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用这毛笔写字也太麻烦了吧？你看，就像你写着写着不就没墨了，墨蘸多了还容易晕。确实是，我之前一直想发明一个可以自动吸墨的毛笔，但是我发明了好几次，都失败了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开开脑洞，想想办法。开脑洞？啊，你要在谁脑子上开洞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，发散思维。哦，比容后再说，我这儿还有别的好玩的。太烫了吧！这哪里是暖宝宝？我看你叫烫宝宝。小贾呀，我最近因为一事特别头疼，说来听听。你可知有何妙法可用于驱虫啊？驱虫？殿下，你不是喜好捉虫吗？怎么突然又要驱虫了？唉，这父皇的御花园里，名贵的花多，可恶的虫也多。要不慎被蚊虫叮咬，少不了瘙痒难耐，有时候伤口还要红肿好几日。哦，我试过很多法子，但好像都没什么用。你都试过什么法子啊？熏过草木，研过花叶，我还涂过蜂蜜。前2天我还想抓2只黄鼬，试试用它们的尿能不能驱虫，但是我还没抓到。那不就是黄鼠狼吗11殿下，你怎么突然对驱虫如此的上心呢？瓦兹使团不日将来访我朝，太傅说过，2国关系复杂，时而互市繁荣，来往甚密，时而关系紧张，危机四伏。近日，父皇常常忙于政务，直到深夜。我这做儿臣的，也想为父解忧，只是我，大哥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二哥有万夫莫敌的武艺，4哥虽也不喜朝堂政务，但却精通音律，善于文章，只有我好像一无是处。11殿下，你绝对不能说自己一无是处这种妄自菲薄的话。你看，你来找我做发明，可谓是虚心好学；你能把你的发明画出来，可谓是慧心巧思；你画出来了，又做出来了，可谓是躬行实践。而且你还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，所以说天生我材必有用。11殿下，你还是很棒的。萧家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谢谢。那等我想到什么好的法子，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以后若没有旁人的话，别给我一个殿下了，叫我11吧。好。没想到小11有一颗如此柔软的心，总是被当作熊孩子，他应该更需要被理解和鼓励吧。
要是天天想吃呢？不让你嫁到我府上，天天做给我吃。十一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好啊，小贾今天也辛苦了，那我送你回去。好。干嘛呀？姑娘，真是女中豪杰。过奖。我们都听说了，你为了见见四皇子，你都牺牲你自己了。哎呦！哪里？优秀，敬业。过奖。干嘛呀？我大印有一个新任务，让你在这个寒章宫里头找一个人，女的。什么人啊？这个女的会武功，手上有一个疤。所以他是什么人？哎呀，这个你就不要管了，找到之后联系我，再见。怎么了？你还没跟我说呢。那我找到了，怎么给你接头啊？对，忘了。这里有个哨，只要你一吹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见。再见。文武斌。